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对特朗普总，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对特朗普总统和美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。美国再伟大，完全可以并行不悖。Donald J. Trump, ladies and gentlemen,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host. 赶快！那我俩能过呀吗？